上帝纪念挪亚甲挪亚方舟内一切走兽，精神上帝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，地面甲天顶的虫仔拢闭塞了，天顶的大雨也止掉了，水位地上渐退，过了150天，水就渐消。7月17日，方舟停伫亚拉腊山顶。水就渐消，到10月初1日，山顶拢显出来了。过了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仔，放出一只乌鸦去，迄乌鸦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拢干了。伊搁放了一只粉鸟去，要看水对地上退了无有，但遍地拢是水，粉鸟找无到落脚的基地，就转到方舟。挪亚迄边，挪亚顺手甲粉鸟接入方舟内。伊搁过了7天，搁甲粉鸟对方舟放出去。到了暗时，粉鸟转到伊迄边，嘴里叼着一个新淋落来的柑仔叶仔，挪亚就知影地上的水退了。伊搁等了7天，放出粉鸟去。粉鸟就无搁倒转来了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1，地上的水拢干了。挪亚摕起方舟的挂，观看便见地上的干了。到了2月27日，地就拢干了。上帝对挪亚讲：“你甲你的牵手、后生、新妇拢会当出方舟。伫你迄边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精星，甲一切飞伫地上的昆虫，拢爱拖出来，叫伊伫地上做滋生大大兴旺。”就安尼，挪亚甲伊的牵手、后生、新妇拢出来了。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，甲地上所有的动物，各种鸡类也拢出了方舟。